我喺2024年嘅 DSE 中史科攞到5星星。我叫 Sunny， 係讀緊優才營養體書院。我喺2024年嘅 DSE 中史科攞到5星星。本身學校係 predict 5星左右啦，但係應該由9月補到2月左右，就由5星最後出嚟係5星星咁樣。主要係日常嘅操練啦，因為其實中史咁多內容係有啲難記住嘅，但係每一堂都會有少少操練嘅環節同埋講解啦，就會慢慢熟啲。不論係卷1同埋卷2都好有幫助。因為我覺得我想再揸穩少少個5星星咁樣啦，同埋我覺得 Andrew 係比較會解釋個框架出嚟，同埋構建個史觀出嚟啊咁樣，其實係好過你喺學校自己慢慢對住本筆記係咁喺度斟嘅啫。都有嘅，因為有時候我會比較中意用自己嘅文字去展釋個史實或者係一啲問題咁樣啦，咁嘅話就有啲偏離咗考試咁樣，咁 Andrew 呢方面都有啲幫到手。